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， 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天水圍天富苑嘅呢個單位，面積大約650平方尺，而呢個單位原則係3房1廳2廁嘅間隔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簡約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連埋升級工程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更換全屋嘅鋁窗啦，更換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大門、房門、廚房門、廁所門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浴屏啦，仲有廚房廁所嘅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，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，連工包料合共421000蚊，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。首先廚房方面，廚房呢邊咧，我哋安裝咗呢度黑框嘅半透明玻璃趟門啦。而廚房嘅內籠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。下方櫥櫃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。上方櫥櫃咧，我哋採用咗白色光面嘅櫃身啦。而廚房近門口呢個位置咧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。好啦，嚟到洗手間呢邊，洗手間門我哋安裝咗深灰色嘅木門啦。而洗手間係採用咗乾濕分離嘅設計。喺淋浴區呢邊咧，我哋安裝咗呢組黑框嘅玻璃浴屏咧。洗手間嘅另一邊咧，我哋安裝咗一組鏡櫃同埋洗手盆櫃。喺鏡櫃嘅下方咧，亦都有 LED 嘅補光燈。呢間睡房嘅房門咧，採用咗同洗手間同款嘅深灰色木門咧。睡房嘅間隔可以擺放一張雙人床同埋一個衣櫃嘅。好啦，嚟到第二間睡房呢邊咧，我哋安裝咗同第一間睡房同款嘅趟門啦。而呢間睡房嘅間隔咧，同樣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同埋一個衣櫃嘅。主人房呢邊咧，我哋採用咗掩門嘅設計啦。而主人房嘅間隔咧，可以擺放到一張雙人床啦、衣櫃啦同埋書台嘅。嚟到主人房套廁呢邊，洗手間門咧，我哋安裝咗同款嘅掩門啦。而洗手間亦都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設計。淋浴區呢邊咧，我哋安裝咗呢組黑框嘅玻璃浴屏啦。而喺洗手間嘅另一邊，我哋亦都安裝咗鏡櫃啦同埋洗手盆櫃嘅。好，翻出嚟客廳呢邊。客廳嘅空間咧，可以足夠做到客飯廳分明嘅設計。而單位我哋主要用咗白色嘅油漆做翻牆身嘅主色啦。而地磚咧，我哋主要係鋪砌咗呢款深灰色嘅光面地磚嘅。